大哥，你是摕什么药丸互我食？我不但也袂感觉要倒腰，而且伤风阁拢袂疼呢。迄是上好的吉人参制成药丸。韩秀想要甲咱熬死啦！我想哦，伊会失望才对啦。大哥，离开4年啊，想袂到你的医术阁愈来愈高明哦。免懊恼啦，免懊恼。我想恁迄个现车丁翠玉，一定是伫咧身躯边甲你帮忙卖酒，对？等你即马伫讲啥？我是咧讲你练这药丸的时阵，翠玉一定是伫咧你的身躯边甲你斗帮忙，虎将虎随，安尼真快乐吼。有啊，这个话是啥甲你讲？我会的啊！你为着要救翠玉，你就无管讲我会死也会死，无要顾我搁肉圆啊！哎哟，迄都误会咯，天大冤枉啊哈！救出张翠玉迄事啊，老好毋是我呢。哈，尤其搁当时啊，张翠玉已经有5个月的怀孕，搁去动着胎气，若无紧甲伊咧，伊的性命真危险。为了要救着因2个母仔囝哈，搁尤其搁惊伊这韩秀甲阮追来，所以我毋则无顾一切，袂顾去等你甲等马院啊，毋则甲带去一个安静的所在去甲医啊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，唉，我逐工拆药，逐工转药，想看要会当甲医疗好无？结果，翠玉自从迄个小凤生了后，伊就已经死啊。原来小凤的毋是你的亲生囝。唉，亲生囝嘛是安尼，毋是嘛是安尼，非得叫我是因后爹啦。我也答应过像伊翠玉，讲要甲伊抚养到大汉。才差偌济？大哥，我会记以前我捌甲你讲过，阮阿姨是住伫咧石门镇，伊即摆来遮是专工要来找我，要来看我信。大哥，我无白等的，你敢知影？人已经等你4年啊！哼，实在讲的啦，青丽啊，我老早就袂记讲吼，恁什么恁阿姨住伫咧石门镇的，我是拄好讲带小凤仔要出来伫咧磨练，啊，真拄好去撞到你即件代志。啊，若准则无撞着我咧？无撞着你，我带小凤去有云游四海咯。你离开4年啊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拢无咧思念我？哎哟，我顾你囡仔都袂记啊，我搁想遐济创啥？我无爱相信，假使你对我一点仔情义都拢无，你是安那要冒着遮尔大的风险，来到武陵山解救我？救你，迄是讲吼，因要找的就是讲迄种密信啦，啊密信做成讲迄个玉环，啊玉环是我亲手甲伊等落迄个通位盒。我求你吼，这是讲道义上的交代尔啦。大哥，当初情理难总办，家里相逢别金丹，情应不离相为伴。必有情义理无隐瞒，当初确实好情分，若是有意心中分，并先歌中表心魂，早在六情是铁棍。这大哥。
又何离比千里？千里啊！江凉初心如瀑，流浪一日怎相分？为了将心在思存，你该嫁予你家文。原来你是为着阮表演。夏江亮，你甲我听清楚，我从来都无答应过要甲阮表演成婚。哦，你想讲你甲我讲这话，我就会生气，就会死心，怎你来去甲阮表演成婚就对。你阁真伟大，牺牲家己，成全别人，我才无要领受你这份情。啊，好咯啦，等咱人关伫即个所在，唔知会当出袂当出来，佫唔知你讲遐济要创啥的。来，我想哦，你药丸若是佫食一粒啦，则袂迄个牛毛边仔咧强要佫发起来。来，歹食。我食你来我食。哎呦，喂，我从此唔好。人心愿详细化作，甲你也无关。情愿听死，阮心无怨，我若嘴打无死，你免心烦。我今日才知影讲哈，你对你家己这么真讨厌哈。谁讲我讨厌我家己？你若无讨厌你家己，安怎才残忍？要甲伊饿死，要甲伊咬死，要甲伊喙刀死，安尼毋是对你家己真哩真残忍嘛哈？你，我也是安怎？奇怪呢，啊，他因安尼3工啊，拢无食半项物件，你讲呢，精神还佫遐尔啊好。安怎？我是新鲜啦，毋惊饿死啦。你甲我叫汉秀出来。大，莫插伊啦，搁互你枵3工看卖，看伊会仙啊袂仙啊？大，我感觉因足可怜的咧。啥物啥你无食物件？咱水一点仔互啉啦。王爷唔知影，袂怪咱啦。我心海啊，你是小夫人的人呢？刚才我是大王爷面头前，甲你讲足侪好话，王爷怎要重用你？你敢讲这个话？你敢有意啊？啊！这款人唔免插伊啦，行啊，行。唉，若搁关迄3工咧，我想我都真担心咯咧。你是毋是惊我饿死？对无？我是惊迄个囡仔小芳呢，伊将来毋捌离开着我，我是伫担心伊，我担心要创。小芳，恁阿爹是英雄好汉，绝对袂危险的。啊，你乖乖搁等一工啊吼，恁阿爹明仔载吼一定会倒转啊。我不会啦，我今麦怎么吹呀？哎呦，你嘛拜托莫遐咬吵，你即摆都要吹哦啊！我靠！夏公主已经去3工啊啦，还到即马一点仔消息都无，咱青儿嘛毋知安怎。母亲，我来去武陵山看一转。哎，唔通哦，李公主啊，你唔通去啦！阮下老大迄功夫是无人甲伊会比的呢。啊，若讲伊去吼，有遇到啥物危险，啊，别人去是敢若赴死安尼啊嘛。无啊，
那影，拜托你话莫讲啊歹听，敢袂使？啊，我讲这道影的，我也无别讲啊。无用姐，为着要救伊清理，我应该来去看一撮。咱讲实在，李公主啊，遐恶道你也敢会唔烧捌咧？啊，无安尼啦，规气我来去啦。无用姐，无啊，创啥？我来去啊！你要去哦？我去是安怎？遐恶道吼，我拢捌看过咧。啊，我到时我会见机行事。啊，若准做讲我无法度通救阮老大的，甲陆清哦，加减我嘛会当探听一寡消息。无用姐，我来去较适当。通啦，你唔通去。你莫无钱，我来去。人都要去我哩家婆。啊，你查某人你是捌这啥？在内底定定顾囡仔。老大，好了啦，你用个讲话，真早讲啊细声就好啦。伊迄细王即嘛是伫咧后山的，即个所在除了阮两个无第三个伫的。哎哟，莫怪我安尼一路安尼足小心的行去，互人发现，结果连一个鬼仔影都无撞着。啊，人逐个在等恁无转去哦。原来恁两个是去互关带遮哦。嘿，啊，韩秀敢无派人伫遮咧甲恁看守？看守有啥物路用呢？你无看，这个铁窗啊，是迄个石洞做的，就讲有宝刀甲宝剑，嘛无法度拍开这个铁窗，除了有锁匙才会晓走。吼，韩秀想讲要甲阮两个咬死，即要叫人来遮收尸。那有较简单哈。啊，小凤呢？小凤足平安的啦，啊，毋过吼，逐工都安尼一直哭吵要找因阿爹啦。可心的，紧想办法叫阮出去啦。安啦，我即马马上就来叫一个吼会晓开锁匙的来开。嘿，慢者。放心的，所在是迄个迄细王，伊特地叫人锁做的。一个普通拍锁，有法度通开这个铁窗啊。啥？夏大哥，照你安尼讲，咱毋着踮咧遮等死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若是苦心的弟啊，伊一定会想办法叫咱倒出。哈，我哦，老大的，我哪有遐大的本事？苦心的。你的有哪里啊？武林比，正是苗起我，讲的讲哪里啊？迄个歹徒就在本山是天抓鸡哦，头下来说啊是啊。老大啊，你煞去也袂记的，我已经改写规情啊呢。贪龙出无啦，本抓鸡的沦为多差啦，不来兄弟啊。正道不红啊，靠英勇，速速去厝的迄个西洋啊。老大啊，即摆是你叫我的哦，毋是我原性无改哦，我是奉你的命令，才要搁来去甲人安尼哦。迄头呀，
代志？王爷，知影讲下江龙的囝小凤啊，现在已经住伫你家，所以讲叫你清清走一撮，去将迄个囡仔给抓倒转来。好，你倒转去禀报王爷，我一定照办。是，过去。三更半暝，是物伫咧亡命啊？搅扰着阮大爷的好梦啊！你个真好啊，仔！哎呀，啊，莫安尼啦，莫安尼啦，谅解一下啦。哎呀，我你要走去对？你也敢想讲要来救下江良啊？哎，迄世勇，你敢毋是要去掠小王？是啊。我是劝你唔通去送死啦。阮师阿店伫咧你家吼，你若真是要去，都要较小心嘞哦。你意思是啥物啊？阮师哦，哼，武艺高强，本长足好诶。啥物啊？合作，大家嘛捌你，李平啊，林清，老富翁。啊？是啊。来，老明，咱4年无见面啊，好啊，干一杯啊！袂用诶，我袂用搁再啉咯，因为我有要紧诶代志，要赶来去行城。啊，早袂啦哈，急啥啦？达遮甲行城嘛才42年了咧，你急啥话啦？先等再讲啦。哎，老王啊！安怎？哦，你这身体最近真歹啊！你来较保重。你啥物话做你讲？你最近还阁有伫咧做生意无？做生意？哦，你是要钱互我趁了？那你的生意哦，免钱的，甲你做。我伫咧暹罗国的时阵，有拄到武清国王，伊甲我讲，我若转来中原的时，着替伊探听伊的女儿银莲公主。哈，要找银莲公主哦，这代志包喺我老夫的身躯。我老夫往别项卖啊，找人找古董专门的，放心。那安尼就拜托你。我紧没问题。我告诉你。真的，爱乖啊！爱乖嫌我。天豪，我认为你脚的伤已经拢装好啊，你只是无勇气甲无信心起来行尔。唉，袂用的啦，经理，我这双脚一世人已经残落，我若无靠拐也是无法度通行路啊。天豪，你搁试看卖呢嘛？经理，我已经试过真侪摆，而且也跋倒真侪摆，你着亲目睭看到，你为什么那要为难我呢？甘心相对成赞悔，辜负永年正有为。劝你切无心去为，情光也思念前退。并非天下无自私，实在苦心花花悲。非我一生心怀恨，不敬改天自世人。拄
去试看卖咧，好无？然后，我甲你擦，你行看卖咧。来，马公子啊，马公子啊！哇，大家拄着你上介好，你替我看这个字咧啦。哇，真奇怪啊！内底刻个全字到底毋知什么意思？王大姐，你这个怎么是对倒来？伊也拄咧拍鱼啊，斗阵去拍起来啦。是不是要将这个借款来卖我？啊马公子啊，但你莫甲我讲笑啦，咱是好厝边呢。啊，我是安尼，内底咧掠这个鱼啊，卫生，三顿若食会饱，啊困会烧，安尼我就真满足啊。啊，这我嘛无啥物路用，你若介意哦，就安尼送去，就安尼送去。多谢王大姐，多谢王大姐，多谢你啊！今日原来自细人，伊就是冒充的。真佳哉当初你无甲伊缘分，我即马才当知影，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来害死甲伊江面的夏江良？原来夏江良就是真正的王子。今日这个恶道，伊要红报应的日子已经到了，敢讲你无欢喜心？我欢喜，我足欢喜，我欢喜是你的脚已经会行。我的脚已经好啊，我对今仔日起。